会这么荒凉？这里不是传说中的宝岛台湾吗？啊，忘了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乌沙，我带着闽越部队来到这边，我就是闽越部队的部队长，要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可以开垦，让我们所有的族民们可以在这边丰衣足食。但是我拢，哎呦，哇，就是这个所在太水啊！我决定啊，就是为这一片平原，找到了先个好名，要叫什么名？有了，我决定把它取名为宜兰。哈哈，我找到啊！我找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找到啊！哎呦，非常感谢今晡日嘅来宾王定飞，加贵加贵嘅老爷是来做开场啦。而家饰演嘅角色就係利用平壤嘅客家式嘅開墾先祖沙，冇錯，也是嘅義務地點就係天宜蘭。睇講第一片係嚟當到人哋客家鄉親啲嘅嗬。你好客家人物好客法，大家好，我係客家甜心朱海軍。来，齐先生，齐先生，大家好，都是假啦！哎，这位太太，你看起来敢那面熟面熟，你敢不是朱海军？安尼边仔这位应该就是 NONO。你干嘛会搞什么东西？你在搞什么东西？一大早在这边，我胡沙。我上面什么狗？对，一大早在那边竹林里面哈哈哈哈，吵死人了，装神弄鬼，给鬼，到底搞什么东西？不是的，你有没有打到？不是，今天有任务。头发都乱了。今天有任务。穿成这样子跟我们客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乱来。我要听讲，今天有任务没？快出任务！先生，刚刚的今天任务还要做嘛？给了。哎，先来学一句话。好。听说我们都是客家人。哦，你也是客家人吗？对啊，我是那个啊，招安的。都係客家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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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後另外一個說法，攏係客家人。攏係哦，攏是客家人。既然你來到我的貴節目裡面，當然就是比大的。那要比什麼嘛？如果我今天會出3個任務，那3個任務你都過關的話，我二話不說，不跟你囉嗦，不拐彎抹角，我的通告費加上徐老師的通告費，我的主持費加上徐老師的通告費，全部給算我的不多了。哎呦，一起賭進去。他的比我多。那如果我輸了嘞？你的全部給我。哎，那我一份。然後還有琪的那個私房錢要給我。哎，琪私房錢很多呢。對，我就是決定賭這個。哎，我跟你講，我一個人賭你們2個人，我好像划得來哦。我就跟你賭了。那就試試看嘍。試試看，好不好？出3個任務給你哦。3個人，我只要3戰2勝吧。好，好不好？3戰2，我贏2個就贏了嘛。好，不要都贏嘛，都贏了嘛。好，來，那就這樣子，照你講的好不好？好。願賭服輸哦。可以。OK。來，老師說的。任務啊，出任務。任務。好。就食田鄉。就食田鄉。天意咧。叫阿伯上家。叫阿伯上家。叫阿伯。叫阿伯上家。哦。第3個。有失無災。有失無災，怎麼有一點像廣東話？而且我們那個啊，客家人就是從廣東梅州那邊過來，當然有關係啊。我跟你們是的。你幹什麼東西都不知道？說的是呢。3個任務，你選一個。我就選一個最適合我的，你挑。好。酒池肉林，不是酒色天香。酒色天香。這個感覺那邊有很多美女。愛講一個電費啊，日本用當地嘅看電視呢，心肝都會發，冇錢才講出來喲。佢哋3隻任務啊，都會製作單位指定的啦，綜合我去完成，一下就本先先我去哪隻啦？第1關就食田鄉嘅地點嘛，也就係揚名國際嘅威士忌酒廠哦。不過正式參觀之前，我來先學5句客家話了。講下你今日嘅任務咧。都係同宜蘭有關係呢，跟宜蘭有關係的。是。來，任務好客法。任務好客法。對，我們進去之前呢，先把這個5句學會，好不好？好。宜蘭整個都是這個後山好水。後山好水。後山好水。好山好水。哎，對，審時之米。
省思紫米。过来，这个真正的秘密啊，这等一下我们会去那边各关去看一下啊。好，真金比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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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到了各站去就会了解真正的秘密。会慢慢把这些秘密挖掘出来，对不对？在宜兰呢，今天就要带你吃遍美食。这篇米食，这个你应该最高兴吧？太喜欢了，对啊，我最喜欢做这件事情。而且呢，这些美食啊，都是在台湾独一无二。哦，好，来，好，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，好，给你分10篇米食，10篇无二啊，独一无二的米食，厉害了。冇唔错，今日嘅任务啊，都做得用入5句话来形容。至于省思紫米啊，就本我来解释一下了。来用平阳开建先做5沙，系来自福建云天嘅客家人。还有，之前嘅演唱游戏群啊，一个主席嘅福建châu安啦，还故说宜兰有当多嘅客家乡亲咯。今日出演嘅同时，你爱老记啊都请出来。好啦。以下就正式开始人哋铁管嘅任務。鐵管就是田鄉嘅專家做納米，佢做品酒手機嘅條路，爭年長嘅時間，不過已經係挑戰嘅金牌投籃原料。中納米，是好聽的，對不對 ？OK， 那你講客家名字中納米，太假好，還係中納米，太假好，還中納米。很厲害耶，好厲害哦！太爽了，好強哦！太好，這個等一下應該很好上手，對，教他講課文。黃定飛，人家咩單老講過，心肝都嘅話冇講出來嘿。一件 whisky 酒莊是個當有名嘅哦，其實喺2010年嘅比賽地杯贏過嘅英國嘅 whisky 哦。有冇我們的任務？音好，出音符，音好，出音符。好強哦！他選到的是酒色天香。酒色天香，酒色天香。好，那既然在這麼大間的酒廠呢，你一定要會講酒廠2個字。酒廠。那舊廠裡面就有酒。一定有酒的嘛？酒。那酒呢要裝在哪裡呢？裝在這裡。對。這個叫什麼？橡木桶。橡木桶。胸書桶。好厲害！以後有那個客家的人就可以這樣跟他介紹。喲，納米嘅客家話講嘅實在很讚喎！一條橡木桶嗬，會影響到一個酒嘅味思啊，避免嗬就抗體地敗了。但是為什麼一橫一橫的？這個桶子是有經過刨除的，刨把裡面稍微的刨一下，然後再經過燒桶，就是有一點像是目前的淡淡的香味。哎，小心，裡面是非常燙的，小心啊，不要這樣子。剛才差一點就變成火燒豬頭皮了。差一點呢，豬頭皮。哎，很香哎，裡面很水果香哎，很香。那這樣子燒會不會燒到最後整個桶子就着火了？哎，這就是要看他們的功力。要怎麼滅火啊？所以等一下，哎，我來了。馬上變了，這個香氣就會出來了。燒焦的味道，但是有帶一點香氣在裡面。有香氣在裡面。所以裡面會有一點這個木炭的感覺。對，它這個木炭其實是有功用的，會有一個炭層。故意要讓它結炭的。炭層，非常專業的。太震撼。對。可是我曾經在那個電視上頻道有看過這樣燒桶子的那個技術，但是在外國的頻道，是外國人，我們是從國外取經回來的。哦。對。所以你是從國外取經回來的。去受訓嗎？哇，年輕的呢。好帥哥，這個技術很難嗎？是要有點技術，你要掌握那個時間，因為它有分輕度、中度、中度跟
材它这个烧的时间只有30秒，所以它是分秒必争，这个差一点点就不对了。对，它随时那个喷水的量熄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技术很重要。那我们听说我们这边的威士忌赢过国外，对啊。那我们的技术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嘛？那我们大概是赢在什么味道？可以问一下吗？最后特殊的味道是什么？对。其实制作威士忌的条件有非常多，水质啊，还有麦，再来就是酵母，还有天气是没有办法，所以跟我们宜兰有息息相关。没错，好山好水。其实碳化吼，唔但只會影響到威士忌嘅味道，碳化前還會過濾哦，做得本日條酒啊，越釀就越順暢。拄好大家都睇啊，也就搶下來放些客家話啦。那就直接捏我下喝下巴來咯。來，刚才讲了这么多啊，哇，这边都是有关它的有关的酒厂。第一个，叫后山后水。后散后碎，不错哦，这是第一个关键。对，关键。对。第二个呢？省4指米。省4指米。我很想了解为什么这取名卡巴丹。对。卡巴丹，它的卡巴丹是宜兰当地的旧地名。然后把它翻成用英文来。没错，我们要感谢这边的好山好水，所以就用旧地名来称呼我们的酒品，成为你们的经典。没错。所以就是它的身世啦。这个里面啊，它精彩到是我没有办法知道的是真品秘密。这个是秘密，不能跟大家讲。对。怎么做的了哈？再来呢，这个宜兰啊，到这边也是美食的一部分。对啊，美酒也算美食的一部分。来宜兰就是这4篇米参。4篇米参，学得很快。那我们要加油了。这个酒啊是世界独一无二的。阳明脱印古一。这个酒厂有关于这全部都包括在内，不简单的地方。讲的这么隆重，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不如让我们，对啊，说这么多，不如带你们去品酒吧。结论。我们卡关了，你来教，你是道地的，你来教。这么隆重，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不如让我们，对啊，说这么多，不如带你们去品酒吧。对呀，世界第一的好酒，世界第一，台湾之光，太厉害了。古马兰係用雙重蒸餾來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，年產量達到900萬公升，規模已經做得比個世界大型嘅酒廠了。不過黃登輝啊，唔是冇老到正嘅愛喊來是幾位哦，也係關嘅義務來了。看不出來。天哪！聞出來沒？我闻久了，闻到有一瓶里面没有味道的，是不是鼻子坏掉？是不是鼻塞？这一次的装不好。所以我们到底要比什么？我们来猜哪一个是英國的盲測冠軍？哇，盲飲的冠軍呢？也係款盲測冠軍啊，真係冇簡單咯，甚至入選嘅世界天才裡面100人一款酒哦，真係當槍呢。不過啊，那個色水外觀看起來都當槍。那米呀，做得本地提示嘛。那香气怎么看呢？我们酒这样拿起来，晃一晃，晃一晃可以看到这个挂杯，这个酒慢慢的、缓慢的流下来，有泪珠的感觉。有越慢呢，表示油脂是越好，香气是越足够的。看它的泪痕。对，越慢积，越慢越好。等一下，那只能开喝了嘛？现在只要先喝了嘛。品酒就是看外观，再来是嗅觉，就是适合一些轻轻的喝一些。
哎，他们的味道真的不一样。我先来喝 A， 我先来喝一下 A。这个就有花香，还有热带水果的香气。王大夫，我看认真地位哦，也是迄老人嘅通告费有关系呐。但是也得莫失注意啊，清代都有40%嘅酒精浓度。哎，唔知大家有识出乜嘅毛孔有冇啊？好，我选我压 A， 我压 B， 我压 A， 我压 B， 你压 B， 然后老师跟我一样老。师也压 A。A 嘅一比酒啊，酒精浓度较大，口感较滑顺，食起来优雅，有一些嘅淡淡嘅花香味，当适合做入门款哦。B 嘅一比酒，则係有當豐富嘅果子嘅香味，還個有淡淡嘅木質嘅味絲，落一絲絲嘅醇香嘅感覺。C 嘅一種酒咧，則係有刺激嘅甘甜，有香草還個橡木嘅香氣，口感係非常嘅溫順。D 嘅一種酒咧，呈現出來金黃色，味絲有當多種嘅果子嘅香味，口感當多變。哎呦，入大種酒都各有特色呢，到底哪邊就係正確答案咯？来比嘞，抢滚步，噔噔噔噔，是这杯是哎，结果是 A 耶！对了，我们对了。哎，我们对了，老师干杯。哎，对了对了。哎，你不考虑一下 B 吗？啊，它不是蒙这个，啊，就是苹果 B 也是不错的，我觉得 B 是我们今很厉害。年1月新出来的酒款，是波特酒红葡萄酒。听到了没有？波特所以它的香气会比较像香甜的苦。有没有？南港刘德华喜欢的。对。那内湖侯佩岑喜欢的是 C 呢 C 呀，内湖侯佩岑喜欢的 C 是2016年的世界冠军，而全世界都会同意D 呢是2015年的世界冠军，现在全世界一支都找不到，完全没有。哇，断货了！断货了，那赶快喝啊！第一次比较稀有的。王大夫，唔卡生意地位啦，因為有可能賺唔到錢咯。誒，接下來我看認真地位哦，下一關嘅任務還冇結束，請先生我來複習客家話了。鸚鵡客，鸚鵡客，學客花。學客花。哎，第一隻，哎，種酒哎，聽說可以用到哎，相思痛。相思痛。哎，講得當好。好，嘅酒後會有麥。麥子關係。重要哎。馬嘅香。馬嘅香。馬嘅香。馬嘅。馬嘅香。嗯。啊，安尼那做出來呢？人家說的這個 whisky。對，他們外來語。所以念起來一樣。 whisky 不一樣了啊。好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喝？凍河。董鹤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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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還有嗎？還有啊。酒比細細金絲銀。酒比細細金絲銀。哎，講了。哦，跨越細細大團圓。跨越細細大團圓。嘛個意思嘞？太妙了了，酒杯小小杯的哈，可以淹死人。淹死人？因為喝醉了。还不是这个意思哦。还不是哦。你看下面一个就知道，筷子小小的可以打断人的腰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呢，吃人的嘴软，拿人的手短。哦，它是这个意思。对呀，你看酒杯小小的就可以把人吸引过来，对，会令人为五斗米折腰。这个，所以这个你看它力量有多大？酒杯小小的，筷子小小的，都能够做出很大的事情。好有意思哦。对，含义很深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？好。酒比細細金絲銀。酒比細細金絲銀。哎，跨越細細大團圓。跨越細細大團圓。其實任務王登輝輸脫咧，唔想養好天官當重要呢。天官王登輝先呢叫阿未上架，天點就喺啲5個鄉嘅壓了。
王登飞，快加油的喂！你生意呢啊，当当爱那份钱哦。哈，一开始就输了，这是不好的兆头。不会啊，我很开心啊。我要有我觉得点紧张。不是，我刚刚觉得我喝了那个酒，我就有点昏昏醉醉的。所以现在是第2关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种心情、这种情绪带来这边正好。体育馆要做什么嘞？压疗。我们客家不会讲按疗，那肯定跟我就来讲，我们讲按麻疗。按麻疗。按麻疗。客家讲的时候都用母鸭来代替所有的鸭子。哦，按麻是母鸭，那公鸭呢？阿公按麻。但是都会用按麻疗。对，按麻疗。因为那边会产很多他们的下一代，所以就取他的按麻疗。按麻来代替这所有的鸭子。那就冲开落去，看那是按麻疗按麻疗的看它哦，来。原來由西部、淡乾、鴨爽、鹹筍甜、有糠，人就來到鴨寮嘅，當然愛前其中嘅一部鴨爽啊。老鴨寮改變做文化館，推福大到頓呢，都做得看到鴨寮嘅樣嘅，還有土蘭語言介紹鴨北嘅寫字先。無論飛，也不用喺電視機面前也當副操哦，皮強較很得位啊。體育館嘅館主彪哥係宜蘭菜體校阿伯嘅體育台，要從他40年嘅老經驗們呢，日來看下演技度行彪哥校嘅奈德寶貝啊！有鵝啦，哎，鵝誒，那鵝蛋怎麼講？鵝卵，鵝卵，蛋就是卵，卵，啊那邊有鴨哎，对，这个也是鸭。阿伯，就这一种公的。姜母鸭是吗？对，姜母鸭啦，对，红面番鸭。可是你外面吃到的哦，吃不到这一种延伸种，这个黑色，你外面吃到都白色的。白的，对。反阿公，反阿公，反阿媽。反阿媽嘛，反阿公，反阿媽，翻鸭公，翻鸭母，反阿。这边是一个胎笔筒，池塘，哦，胎笔筒，大笔筒，胎笔筒，哦，这边很精彩的，哦，很精彩，就是还有这胎臭疤，胎臭疤，哦，胎臭疤，草原是臭疤，胎臭疤，哦，这环境很棒，大稻田，那田呢？胎薄田。哦，这附近都是胎薄田，对，胎薄田，胎薄田，哎，那边还有鸡怎么讲？給但現在阿表就做得好多案都客家話哦，王登飛唔見咪正義程度嘅呢，表哥唔但將阿伯學到站，就連做鹹鴨卵都當唔有，日日3秒注意了，面前嘅鳳奶係經過表哥鐵條嘅，老金幣嘅任務當有關係咯，冇啲嘅都夠嘅啦，表哥愛解釋本日的糖了。人家說不能做壞事嘛，能卡把毛旁哦，因为它还是有缝，对，不是我们毛细孔嘛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它还是有缝，会鴨卵你啲都有碰啦，來，飄哥，鴨卵卡米都有碰，哎，你不錯哦，你袂歹，飄哥你袂歹哦，真的，你有潛力哦。講客家話好好聽，真的，好有質感。對啊，那我回去查一下有沒有客家的學校。好像有啦，應該有。各單位注意，體育館嘅義務來了，叫阿伯上架，就會愛托適合做鹹卵嘅鴨卵，經過標哥認證啊，長出的寶鳳奶，用到下邊杜行，買標嘅較多，買咗養了，時間冇一到咧，開加油的位啦。 2分鐘，計時開始。計時開始。但這個就是要粗魯，你知道嗎？王登飛，你哋硬節咯，一來是會餃子呢。體育館輸踢咧，體育館再個輸踢咯，你主持安東演愛見節目嘅面子，表到奈便宜。存到錢還不會時間了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蓋不起來，還這個時候還把蛋。這個太漂亮了嘛，這個就是好像在這邊長大的小孩做的。這個坑坑巴巴，你看那個。哪有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顆。我多一個。鴨爸就是8顆。你看6、7、8。哎呦，黐線生，後生人嘅真正就搞杯後生人來結結啦。
王登辉一粒片身，通告费签字的一位啦吼，撒下了就抢七星沙小卡假发了。学了，捡起来，扬起来，娘起来，捡起来是娘起来，来做一次，娘起来，娘起来还可以，娘起来，还不错，扬起来，娘起来好，，过来，飙下去，飙下去是放下去，对，来，飙下去，飙下去，不错哦，飙下去不错，彪哥不错，飙下去，娘起来，飙下去。刘德华，我发现他学的比你好哦。老板在这边总是不能比他厉害，我故意讲很烂，我懂。对，来，下面一个字很难念的，好客家的 “lon” 的哈。那你先讲 on， 加上 lon， 我们现在最大的主要的目的就教会你 ，Lord， 有了，老板彪哥真厉害 ，Lord， 那前面再给他加个字。来，加一个字，鸭蛋 up lon， 我跟他说要有了的音，他就啊。好，再来，可以，鸡蛋，结论，还是给人，乱，我们卡关了，你来教，你是道地的，你来教，你主持人，你来教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遇到瓶颈了。给人，然后配的是葱还是蒜？蒜一样是蒜，蒜是味的哦。哇，那真的好好吃哦。哦，没有骨头的，哦，没有，我们看到刚刚一个，对，切切的。这阿宋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们卡关了，你来教，你是道地的，你来教。你主持人，你来教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遇到瓶颈了。给人，他们一直想要讲给人啊。啊，有一点。乱，好，给乱，鹅蛋，我乱，哎，好，鹅蛋可以，大好人，开臭吧，开臭吧，哎，开臭吧可以，开臭吧，大食堂，开笔筒，开笔筒，哎，这个也可以过关。大道前的开某天，开宝天，哎，道理我们叫做某哎，某哎，哎，开某天，开宝天，好，现在你们最想要的，对，生，动活生，哎，哦 V 喂鸭仔 V， 再来喝了林，生 V 林，滋味喝，生 V 零，好，行哦，可以，说什么？哎，这头家很棒，鸭爸今天很棒哎，哑巴厉害，来宾厉不厉害？很厉害呢。来宾有客家血统，我跟你讲，他只这一集没有，你这一集不能有，你这一集不能有。表哥老蛋比这个好多又假又好，甜心啊，我看生意地位哦。我看王蛋比唔但想想拿着人家主持费啊，连人家主持人嘅味佢们都有兴趣哦。嘿嘿，目前一比1票数，接下来可以海关金钱，当然做唔得表讲宜兰西部嘅阿爽啊。表哥出品品质保证，就是你严选不法嘅品类啦，而且去工厂都去看看啦哦。以前的鸭掌连骨头、连头、连脚，现在鸭掌都把它弄到没有骨头的，我们双面训练，它会更香。好亮亮的啊，用的。亮的很多。
阿雄谱。对啦，你早就该拿下来讲，我都听不清楚。阿雄谱，阿雄，哎，不错嘞，阿雄谱，哎，孺子可教也。接下来考他别的。有个腿，这个是腿肉。对，这个腿肉。阿碧，谁的里面阿碧啊？喂，不是啦，那是刚了阿碧，腿就是碧，阿碧。然后鸡腿就是给臂。那鹅腿，阿碧，鹅腿，鹅碧，哎，真的厉害，老板真的厉害。整套嘅饭啊，用自家嘅香料去卤過，富坦蛋糕下邊甘蔗泡去做煙燻，甘蔗嘅香味啊，從下就走到暗有度香。製作過程哦，雖然當費時費高，不過堅持古法嘅方面哦，係你當受到消費者嘅中意哦。接下來就係黐線上嘅客家話時間了。來了，你我哈好哈發。这里面不能有冷气的啊。对，所以呢很热。懂烟，这个东西很热弄出来的，他们的热我是懂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有在苗栗研究过，你要把它拆开，你先念谁，再念欧，谁欧，好，加起来谁欧，哎，有没有？我就把它拆开来。先念谁，然后嘴巴合起来谁，哎，懂了，哎，现在是秋天的时候，对，懂了，没有公哦，如果有公就变董六公，好，很凉。到冬天来的时候呢，懂狼，野狼对吧？好，我们把撑开来，说蛹开了，蛹的蛹就是把撑蛹开了，好，接着我们要把保护起来，盖起来，填皮了，这个做这个的很内行的，女好咩？我们三个人女好咩？棒，会了，等着了哈。哇，这是照片呢。这是以前养鸭怎么养的。这里还有介绍一些鸭子啊，赶鸭的画面。对，这是我爸爸。失敬，是，比一下，你看有没有像？很像呢。你看人家，你假装在晒鸭嗓，好，一样这样，对。有像。所以以前是这样弄的。对，以前没有用机器风干，就这样子。如果真的下雨天下太久了，我们会用木箱，下面放那个炭土。然后用这样干燥也是可以干一点啊。对，把一些内脏啊去除啊，然后大量的抹上盐巴还有酒。因为为什么要大量抹上盐巴？因为以前没有冰箱，就我们一开始说的，盐巴最好啦，就把它腌制。对，或者做成肉干，干燥到很干，对，也可以。什么鸭适合做什么料理？又不一样吗？又不一样啊！不是说看到鸭通抓来做鸭嗓？不一样。像樱桃鸭的话，那最好的就是什么鸭胸肉。我们就做。我们在那个高级餐厅吃到那个鸭胸。愛突出食材，爭做嚟做出當期嘅好料理。嚟到按機會，講好嘅美食都係忙食多。表哥講啊，除咗鴨索、蛋乾咩嘅宜蘭嘅招牌，唔過宜蘭嘅蛋乾老客家蛋乾有乜嘅冇共用呢？一樣是乾燥煙燻。當然也是要之前就要醃製1個禮拜，這樣子。然後再去用那些煙燻的材料。對，煙燻的材料醃燻。而且要特別去選的粉乾嘛，對，一定要粉乾。然後這個我們醃製好了之後，我們再灌醬油在裡面。難怪會有顏色。對，灌醬油在裡面。這個粉乾啊，我們講粉乾是粉乾。吃我們這個膽乾，宜蘭膽乾，你就要搭配宜蘭的白蒜。可以吃了嗎？好好吃哦，但它这个蒜就对了，好脆。
送要来了。低胸。然后配的这是葱还是蒜？蒜一样是蒜。蒜才对味哦。对。哇，它这个好好吃哦。哦，没有骨头的，没有，就刚才那个。我们看到刚刚那个的，对，切一切。你的阿送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越嚼越香。哎呦，莫抢骨的生啦，通过非整巴站还蛮结束呢，亲密一关而听上戏了。这样子，我想节目这样才好看。鹿死谁手还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最后好不好？我讨厌输的感觉。你又不一定输。说的也是。等一下是最后背水一战，没有退路了。那好，我给他拼下去。我是劝你先去把钱领一领。我就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说不定是你的给我哎，对不对？我已经领好了。制作人他的通告费先交给我的经纪人。OK， 好，下一关。冇唔错，王登辉人发誓冇讲到抢走哦，连海关都含啲喺马街，居然傻批，等下係個輸踢咯，佢就慘咧。Go go go！海關嘅任務哦，就抗體一個好嘅杜行哦。难道是传说中的来行的行行啊来？要做什么呢，先生？哎呦，任務好，出任務。出任務，任務下出任務，有山冇追，有山冇追。有舌头没有嘴巴，你看看好了。有的嘴巴，看好。嗯。因为这一看就知道嘛，这很明显嘛，有没有？这个很长嘛，一看就知道是夜用型的嘛。什么东西？这牛舌饼，我还要没讲啊，这牛舌饼嘛。冇唔錯，一關嘅任務有山冇追，直接就去宜蘭清行嘅電路牛舌餅。宜蘭去牛舌餅清早嘅發源地，都一下起碼有800年嘅歷史嘅啦。前面一關嘅關注係傳承天意推嘅姚飛神，還個張春橋也兩之外，30年嘅老品牌又當到鐵皮嘅橋面，都係佢一條藝術大出位哦。第二代，那這位是我媽媽。是媽媽，哦，所以是媽媽、爸爸媽媽傳給你。對。我妈妈之前是谁传给你的？啊，一定是老公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問的是什麼問？我知道谁传，蜈蚣嘛。不是蜈蚣，你說是蜈蚣。拿好了。向前推是。向前推。然后再向后。向後推。我觉得我还不错哎，你也凉起来啦。我这个是牛前品。第二代，那这位是我妈妈，是妈妈，哦，所以是妈妈、爸爸妈妈传给。对。我妈妈之前是谁传给你的？啊，一定是老公啊！哦，我知道。问的是什么问？知道谁传？蜈蚣嘛。不是蜈蚣，你说是蜈蚣嘞。蜈蚣带他们来。胡沙。胡沙公。胡沙公，你老公嘛？跟胡沙公是一体系的。哦，没有一体系。王登辉，我哋咩生意關注嘅啦，亂點營養鋪哦。下架把時間，我好好噶，人呢土家橋面嗬，吃先生認真高，唔就認真好。哦，這是你們最特殊的。對，只有你們才有的。鹹牛舌餅。鹹牛舌餅。嘿，鹹嘴巴合起來，鹹。哦，要合起來。對，鹹。然後嘴巴要合起來，就把它含住的意思。鹹。是不是很好記？對呀。對。鹹牛舌餅。鹹牛舌餅。哎。哦。然後再來一個牛舌冇追。牛舌冇追。牛舌冇追，有沙猛追，这个是咸的，啊，如果甜的是怎么样？甜哦，你看吧，咸的就要用含的含，啊，甜的用甜的甜牛舌饼，哎，它合起来，这样比较好记啊。来，它嘴巴合起来不是甜，甜牛舌饼，哎，甜牛舌饼。甜牛舌饼，哎呀，这样以后有客家人来，你就可以用客文跟他介绍，对不对？就很好，很厉害。好高客家話，緊張，超級啦！前面日同高飛都帶去萬人呢，家下就地了。宜蘭牛舌餅強調嘅就係泡泡脆脆，一關萬做的做出又泡又長嘅牛舌餅，萬做的拿走前面嘅同高飛，比賽之前先來個暖身體啦。
你们猜一下哪个是机器，哪个是手工？这个问我就来行啊嘛，这不可能猜错的嘛。确定？我跟你讲，这可以，我跟你分析给你听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是比较漂亮，对啊。这个是比较，你看还有一些破洞，这有手工的，所以做不好有破洞嘛。啊，机器做出来更水嘛。对，这个比较厚，它盆，这个比较厚啊。它盆，它盆，盆啊，盆就是厚。对，厚，厚，哦，这较厚就是较薄。那线呢？你可以来撩。哦，是里面的料，料啊，料，对不对？那还树拱哎喏，树拱，哎，树拱哎那个，哪一个是速拱的？手工的？你猜对吗？哎，这个是手工。啊！你都乱讲，乱讲！手工爱行业一下就不用看破手脚的呢。苏州的牛舌饼是靠师傅的经验，做来控制长度还有泡度。比赛前，也得还要夹夹老师傅请教一下，什么老通过费开玩笑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体验了。好紧张哦！现在吃了。好，那球就先拿起来。先拿一个球。对。哦，好。这样吗？对。好，要先把它压一下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。来，滚子拿好。拿好。一定要拿好。拿好了。这样前推是。这样前推。然后再向后。向后推。哎，我觉得我还不错哎，哎，你也凉起来啦。我这个是牛卷饼。你这个是牛肉馅饼是？甜心啦，没得欧白啦，也关键业务要做为长长泡泡，用做为都会短短盆盆咯哈。不过开始业务之前，客家话要先好好。齐先生上课了。鹦鹉哈，好下吧。鹦鹉哈，鹦鹉哈，好嘎巴，好嘎巴，哎，哦，又薄又酥哦，又泡又酥。又泡又熟，哎，宜兰良善，宜兰良善，便宜莫好货，便宜莫好货，便宜莫好货。哎，我很贵啊。不过这些都不贵，但是承认了吧？你承认了吧？这些不贵哦，但是很好吃哦，是好货。所以呢，便宜又好货。便宜又好货，对了。好了，练习题这个任务就正式开始了。规则当简单，就做出长长泡泡，经过师傅监听啦。那袋牛舌饼拍出来又泡又酥又好吃，哎呦，就係健比一樣嘅人啦。哎，不過健比都在買要做拍工呢。嘿，你覺得比較好，就把它拿到你手中，然後把它高舉起來，好不好？請啊！耶！我刚刚看那种是不对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样是女生，然后我们又是客家人，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够长了，节目时间够长了，没有刚刚把钱交出来。哎呦，输得就感恩啦！王德皮作为又长又泡又完整，拍出来嘅米线绝对唔会输给师傅哦。甜心，爱看要面对现实，先好去欣赏嘅老古年人啦。刚一个牛舌饼，有安尼管理啊个牛舌饼嘅哦，宜兰饼，宜兰饼，濕濕薯，濕濕薯，竹簽餅，竹簽餅，盆肚肚，盆肚肚，什么是盆肚肚？竹签饼做的厚厚的，哎，很好吃哦，竹签饼它厚厚的，做厚厚的。老师，我们是牛舌饼。盆肚肚。哎，来，我们再讲哦，宜兰饼是牛舌饼，宜兰饼，宜兰饼，濕濕薯，濕濕薯，哎，竹簽餅，竹簽餅，盆肚肚，盆肚肚，哎。王德飞很强哦，我见主持走跳运动员真然没走界，前面关大洋海军3战2胜，赢到位海军嘅主持比，今日在去做得好火老朋友交代咧，嘿嘿，你一下就会前面来算重装嘅时间了。
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啦。因为我一开始就有讲嘛，我扮演这个乌沙，就说很多客家的祖先是客家人，很多宜兰的祖先是客家人嘛。这个宜兰这一带是有很多客家人在这边，然后一起开垦，然后把这个发扬光大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主题就是都黑哈嘎里。是。我们今天的任务每一个都对有。啊，重点是 PK 我也赢你了。哦。所以我任务呢，我就达成了双向任务。对不对？30年呢，哇，看看你每一台车都是看到你的骄傲。啊，重点是刚才说要去领钱，怎么领半天？ATA 还没啊？什么？要后年才会好哦。好。啊什么？撤掉了啊！撤掉了哦！赶快！他到了。那边有人叫你啊，那边有人叫你去领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带他去领钱了，不好意思。甜是一种食谱书哦，无用的啦。不过莫讲制作单位对唔好，本就上诉的机会。不过也个规则下，就系本金币嘅财主往单位来决定了。如果你考我不会，我钱我就不要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这个太好了。我是不是讲太大话了？紧张。这个我想要考这个第一句。又薄又酥，又薄又熟，又薄又熟，差一点讲错。这好吧，来。哦，那个还行啊。还行吗？那个还行。好来。后散后碎。哦。像木头。不会了吧？胸酥痛。哦。因为它是像素，因为那个你不能记木，你要记像素，就胸酥。到底会不会当来宾？胸酥痛。幾輪，鵝輪，幾輪，鴨輪，幾輪，鵝輪。沒有，不讓人曉得呢。哎呀，我差不多拿去。不，快了。看了。我这边支票也收了。他很有。再继续看。我再掏。下一句。开筆筒，大筆筒，大筆筒，大稻田，大稻田有點忘記，我猜，我記得它稻田的音都是不一樣的，你不能直接。当然不一樣啊，就代表你沒有認真呢。稻田真的是真的沒有認真呢。快點啊，認不認輸啦？快點吶！太難了，忘記了。要不要放棄？好了，南港劉德華花一點學費學客語也是天經地義的，我就用你們兩個的通告費來買大稻田怎麼講，要記一輩子，我會記起來。有志氣，七星山，快點，太某天啊，太某天啊，某了，這個稻跟某一點都拉不上邊啊。太某天，請問一下太某天。今天来上任务課的感想是什麼？來，請跟我們觀眾朋友們說說看啊！我的感想是，我覺得除了可以學很多客語之外，我還可以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，深入的了解客家文化，對，然後讓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美的傳統，跟不只是他們的傳統，還有他們的美食，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就是吸引我。然後在這邊再鄭重跟大家講，我搞不好有客家血統，所以以後你們可以叫我客家二哥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那客家是讓人家搶小周的位置。我已經在學他笑了。